咧就想請睇下有冇大家有啲咩嘅問題啦咁樣。俾個咪佢。係啊，阮博士你做咗本書好好，咁我研究咗咧，我有個問題咧，唔知你有冇睇過有啲文獻可以答到嘅？就係原來咧新九龍咧有個係好特別嘅地方咧，大家睇下咧，佢係對住維多利亞港啊。咁而家香港島咧對住維多利亞港咧，半山咧係豪宅嚟，係好靚嘅地方。係啊，但係新九龍咧就唔係，慈雲山上面啦。呢個嗰個藍田啦，仲有呢個秀茂坪啦，都係公屋。咁我最近上去就覺得啊，真係公平喺呢個世界，即係住公屋咧都睇到咁靚嘅煙花。但係咧有樣好唔公平，原來咧秀茂坪咧佢有10間嘅小學，但係得1間 Band 1。呢個觀塘咧有30幾間小學嘅，7間 Band 1。咁咧有一間 band， 即係頭先我講嘅喺即係觀塘區近山嘅啦，其實得一間喺藍田興田區咧，嗰度附近有好多居屋嘅，嗰間係 band 1。咁啊好多秀茂坪，其實秀茂坪咧就前舊年講過嘅，點解咁多同黨咧？其實佢啲學校咧可能係好有問題。咁啊，但係好奇怪喎，嗰度有個聯合醫院嘅喎，醫院照計咧就醫生好高收入㗎嘛。隔離有一個叫做仲有一個居屋嘅，嗰度15000人口。係啊，一間學校都冇。一間學校都冇。頭先你有位係啦，我就即係阿學者你睇咗咁多，唔知香港係咪有啲檔案咧？佢哋特別咧係要咁樣將佢買啲嗰啲電話 K 類，即係正如頭先你所講啦，即係頭先個學者講，咁呢個嗰個九龍塘嗰度咧有呢個英文嘅中學。即係有好好嘅中學啦，男校女校，咁又有教堂，咁啊自然有錢人中意住。咁但係你嗰度冇喎，冇好嘅學校或者冇好嘅區，自然冇好嘅學校啦。冇好嘅學校，咁嗰啲學校咪變咗差學校咯。即係有啲人咧，佢誤入歧途咧，其實係咪俾英殖呢個政府咧係規劃咗？因為甚至咧，唔係你住嗰個慈雲山都係㗎。慈雲山最頂嗰3個咧，點解會後來只有一個係居屋，其他係公屋嘅？點解佢？因為咧，你香港咧，其實照計你最貴上面嘅地，你將佢劃做好嘅地，咁你賣得值錢咯，你政府咪賺錢咯？點解九龍唔係咁做咧？同埋呢有一樣嘢，我想咧，即係頭先有阿曉彤咧講，好啲冇講，我就覺得咧係咪香港即係而家啲人咧冇咗熱誠啊樣？即係嗱，譬如深水埗咧係有7個Band 1學校嘅，但係有3間咧係私立嘅。其實咧都係教會嘅，咁啊教會以前咧即係幫啲窮人噶嘛，但係點解而家好嘅學校咧就會變咗私立？明明深水埗係全香港最窮嘅地方嚟嘅喎，即係其實香港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咁，香港啲原來咧佢嘅嗰啲小學咧係成600到801間學校，外國咧係300到400。30年嚟已經有研究過咧，細嘅學校係最幫到窮人嘅。點解英殖政府要咁樣規劃啲學校咧？其實香港呢個問題咧，根本係咪英殖剩低落嚟好大嘅一個問題，剩低俾特區政府。但係特區政府喺佢過渡咗之後，佢仲殺校，800幾間小學殺到得唔夠600間。其實呢個問題咧，係咪特區政府咁多年咧係好嚴重嘅過失？好，我第一